气，六众生勤欢，七严中和爱，八佛气幸运，九目标形象，十手足一心，十一出果欢喜，十二不乱系统，十三爱惜公物，十四合法应事，十五因缘成行，十六标志宗旨，变成地，理性言，爱国用事，尊敬忠烈，爱好乐，用师尊，信平义，和向邻，解恶向善，康明五伦八德，千法五教圣人之恶志，较尊视为公常之鼓励，悉心得如照计施之，恢复本性之自然，启发良知良明之至善，毅力令人，力达达之。愿世界为清净，我人世为良善，以世界为大同。因为大同间，爱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宣贤以灵，当行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自其主，自恼有所将，众有所用，义有所表，观法报国，为执者，爱有所要，男有分，女有归，恶之地也，不必纵于计之，略恶之不出于心也，不必为己，是故无必于不敬，而且乱执而不作，故为何而不必，是为大同。无二法者，何乐立德心经，观自在菩萨，行深法者，何乐立德时，了结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舍离主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是相形色，亦有如是。舍离主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是相形色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。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也无明尽，乃至无脑数，也无脑数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地也无地，亦无所得果，菩提萨埵。依法者，何乐立德果？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果，无有强果，远离颠倒梦想，有极涅槃，三世诸物。依法者，何乐立德果？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菩提法界波罗蜜多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顶顶咒，能度一切苦。今世菩提佛说法界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感恩哦。